要求僱主唔係咁嘅，要求個資方唔係咁嘅，佢驚啊！你哋慢慢嚟啦咁樣，即係好似錯咗方向喎。而家我覺得佢係擺明就係勞工處就係幫僱主，政府就係幫僱主做咗個擋箭牌。我哋點樣去繞個揾僱主都冇用㗎，佢前面有個擋箭牌啊嘛。咁點解唔立法咧？咁我哋即係我諗新揾一條路徑去行。其實我都同意慧玲講，因為咧而家僱主係揾緊勞工處做擋箭牌，因為喺某程度上，我哋爭取緊嗰個有薪辦中，佢每次答覆都係話等政府立法嘅。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好難去爭取嘅，因為佢唔立法，佢就話我都係等緊政府啦，等佢傾到夠為止。咁我覺得都係嗰句，我哋集體力量好重要咯。即係大把工啊！咁有陣時喺某一啲嘅議題上面，如果個嘅工會都係有相同嘅目標咧，係應該一齊企出嚟同翻個勞工處去巴緊咯。因為呢個你好似阿永安咁講咧，你話係揾邊嚟做對嘅人，我哋一樣可以揾勞工處，不過我哋要集體力量。咁同埋咧，你留意下我哋咁多個工會或者台灣工會。僱主係驚公眾壓力啊，公眾壓力。或者我講一兩樣嘢，等大家作為即係參考啊。咁復工之後咧，咁我哋繼續搞組織工會工作啦。咁我哋經常有會刊出嘅。咁以前啲會刊咧，外判商好、HID 好咧，就當廁紙嘅，睇完冚啦。咁但係咧，自從罷工完之後咧，試過一個判頭親自叫一個二仔，你幫我揾張張出嚟啊！唔該你，咩事啊？咩事咁緊張啊，老細？睇下我見唔見報啊？如果我見報，我就俾 HID 啲鏟㗎啦。咁就即係好緊張嗰個輿論壓力。我同呢位後生仔講，冇錯，擋箭牌。啊，係擋箭牌。咁係咪擋箭牌我哋就可以等天跌落嚟咧？1997人歌絕城，今年係第6屆集體談判。世界係65年前定，65年前之前就唔知經過100幾年之後，每一就而成嘅嘢嘅。係嘛？我2006年組織亞洲工會喺呢咁多年嚟咧，眼見好多個行業不停咁努力，不停咁努力做好多都係英雄豪傑啊！咁如果冇佢哋前面嗰一 part 咧，就冇我哋今天嗰一 part。所以我覺得咧，即係表面上未有任何收穫之前咧，呢樣嘢我哋係必要嘅，係必要。一定要去做，不論爛咗幾隻雞蛋都好啦，都要碰，都要碰。當然啦，盡量唔好爛，係嘛？盡量唔好爛啦，係嘛？咪屋企都食唔到嗰啲，真係幾惡搞。即係話，即係好少少咁嘅問題，能唔能夠觸發到啟示我哋，係嘛？要不斷咁去努力，日積月累啊！日積月累。打個比喻，葉問未死之前，知唔知道認出可以流行全世界先？我問一句啫，冇人會知，我哋會知呢回事。即係話係等李小龍，咁在座邊位係李小龍咧？慢慢嚟啦，或者俾阿龍回答埋先好啊。我哋下一輪再發言。老實講啊，其實回應翻啦，佢話即係話啲僱主咧好多時都用香港嚟立法嚟推廣，咁我哋太古飲料都係一樣嘅。咁我哋一路都係好堅持我哋即係其實一路堅持同公司傾咧，都係話我哋需要簽訂嗰個協議，因為就咬緊佢當年2003年咧，佢因為沙士。就減咗我哋嗰個廠房嗰個 OT 津貼嘅，由1.5減到1.2嘅。
咁佢當前幾年我哋一路傾緊嗰時咧，喺個理事會嗰度傾緊嗰時咧，都公司回應咧就冇講過呢個冇講過呢個共度時間呢樣嘢。咁之後咧，咁我哋又逼使公司咧就做一個即係做一個會議記錄啊，開始做翻一個會議記錄。咁一路以嚟咧，我哋都同用好多方面嘅壓力啊，因為我哋咧本身可口可樂咧就國際性嘅公司嚟㗎嘛，咁我哋總公司喺亞特蘭大咧，咁同我哋參加咗嗰個國際勞工組織咧，國際飲食勞聯咧，咁我哋都係屬會嚟嘅，咁所以向嗰邊投訴咧，咁我哋一路都係隨着即係公司話香港冇立法啫，但係我哋喺總公司同國際飲食勞聯咧有簽到有呢啲協議嘅，咁我哋喺嗰方面咧都一路係咁針住佢嘅，都係，所以即係唔係話。即係咁又要睇個別嘅情況啦，又唔係話一定係我即係行業工會有啲咁嘅優勢喺度咯，可以咁講啦嚇。好嗱，或者我哋接受最後一輪嘅台下發問，係咪阿麗霞同埋阿永安都想嘅發言？仲有冇？或者一次過舉手。好，咁冇嘅話，我哋就麗霞跟住阿永安，阿麗霞希望大家聽到啊！我身份就複雜啲，而家講嘅咧就原先就應該係保權會嘅，即係保險及金融從業員權益分會嘅。咁我係佢哋嘅總幹事。我相信咧我哋呢度在座好多勞工會咧，都而家就喺度掹緊勞工處，包括頭先我喺門口都有話，勞工處有啲嘢其實你可以做，不過咧係完全做啫。但係我而家個保險及金融從業員權益分會咧，同大家又唔同。我哋唔需要掹勞工處去做嘢，呢個係好彩定唔好彩咧？因為保險業其實係90%都係自負嘅，就算掹到勞工處，其實都係冇用嘅。咁但係即使係一個作為以自僱人士嘅工會為主嘅工會咧，咁其實我哋都係不斷都係去爭取緊呢個集體談判或者係一個談判嘅機會嘅。咁我哋曾經用過一啲嘅方法咧，係好野貓，但係我哋好意外嘅，因為 AIA 大家都知道係一間好大間保險公司，跨國嘅公司，其實佢騷我哋真係難聽啲都有味啦，係嘛？我哋本地人就知道點解。你一間咁細嘅工會，仲係一個分會，你嘅人數好有限。咁但係咧，當我哋知道有事嘅時間咧，咁我哋除咗頭先在座所有工會都講過啦，出街派嘢啦，去散播謠言啦，咁乜都做齊啦咁。咁其中就係對呢啲咁嘅集團咧，我哋就會用啲傳媒，我哋就會去先係去派嘢，跟住咧我哋就真係要揾傳媒去寫佢。咁我哋都會好主動咧去發信俾佢，發幾封信去俾佢，話俾佢聽，其實有少少恐嚇佢，就係你嘅聲譽就會毀壞。咁咧通常啲大公司都唔怕自己冇面嘅，即係面爛咗就慣㗎啦。咁但係即係我覺得喺我哋而家冇辦法之中咧，其實都好難去期望勞工處做到啲乜嘢嘢嚇。只要靠我哋即係用唔同嘅方法，組織係一個最重要嘅，所以我哋都係不停要喺街喺門口去搏人哋派單張，叫啲人入會。咁但係我覺得對呢啲咁嘅大嘅工會咧，我哋需要諗多一啲唔同嘅方法咯。咁仲有喺呢度，我想都對大家講多少少。我頭先有同阿陸慧玲講過，就係我哋喺個三方小組，勞工處嘅三方小組，有一啲嘅行業工會又喺度。咁其實呢啲嘅三方小組係廢嘅，但係我哋點樣喺呢啲嘅三方小組裏面咧，係多啲嘅要求，係講關於同工會嘅關係。咁我覺得呢個係，我覺得係盡量，即係從我哋嘅角度去努力去搲一啲嘅機會。即係例如我逼佢哋就係我哋公司，我哋啲公司嘅代表同工會要交換聯絡方法，咁我哋盡量去搲多啲資料。仲有一樣政府好緊嘅，而家推緊嘅 QS 資歷架構。其實我哋作為一個工會，不嬲職工盟都唔係好支持資歷架構，但係喺而家我哋所有嘅行業已經去咗10幾個行業開始緊。但我哋坐喺度為咩咧？我哋唔係為政府去諗有咩過程，
你點樣幫工人評級評幾多分，而係當講課程嘅時候，當講工人應該要考核幾多級嘅時候，管理層應該要去到係咪4級去攞到咩分嘅時間，工會一定要加埋一樣落去就係佢要同工會交往，點樣同工會去溝通。即係其實我覺得喺我哋冇辦法之中，我哋係咩時間都要滲會入去度。唔該晒。其實簡單補充嘅，即係我帶出呢一個即係勞工處呢個概念，即係佢哋係勞工處唔係勞資處呢個概念，係想。因為我哋工會咧，其實嗰啲 resources 又唔係好多啦。即係如果我哋可以知道點解勞工處咁積極咁去做呢個擋箭牌，背後有啲咩心態，原來係咁樣嘅咧。咁我哋喺之後同我哋繼續角力嘅時候咧，就可能慳得我哋啲力去放翻喺一啲有用嘅地方。係啦，就係我想講嘅。好，咁或者我哋交俾阿達，我哋總幹事，咁佢講一講做一個。咁我哋各位大家好啊！咁我哋咧就嘗試喺呢個階段咧，亦都係總結一下我哋09年開始第一個新年制以嚟咧5年嘅時間，過去我哋嘅經驗係點樣有啲咩成功或者較有效嘅爭取嘅策略，同時間咧亦都係睇翻我哋有啲咩不足同埋局限咧，希望日後咧可以再加以努力咧去攞到啲突破。咁咧就我哋第一個3年聘計劃咧就係09年開始嘅，咁09年到2012年咧係合共咧有12個工會咧係獲得進階嘅，咁去到第2個3年聘咧，而家只係過咗1/3嘅時間啦，咁第2個3年聘就而家有5個嘅工會咧係獲得進階嘅，咁即係話咧總共嚟講咧。我哋喺過去一段時間咧，合共有15個工會有進階。咁我睇咁樣講，即係其實頭先我講個數字加埋唔係15個，因為有啲係重疊㗎嘛。有啲係第一階段某工會進咗階，第二階段咧亦都係榜上有名嘅，所以只能夠計1個工會，唔可以炒開2個嘅。咁所以咧合共嚟講咧係有15個工會有進階。咁我哋睇翻個分佈咧，有3個咧係嚟自航空業嘅，有6個工會咧係嚟自大學同埋資助機構嘅工會嚟嘅。有4個工會咧係嚟自外國嘅資本嘅工會，另外有2個咧就嚟自本地企業嘅工會啦。咁呢個粗略嘅分佈咧，亦都可以回應翻國際勞工組織雲先生所關注嘅，就係話到底我哋嗰個即係較有潛質嘅爭取對象會係啲咩類型嘅企業咧？咁毫無疑問咧，一定係以大企業為標準㗎啦。咁如果用100人或以上作為一個分界線嘅話，我相信15個工會全部都係個僱員起碼100人或以上。咁而再仔細裏邊嘅分佈咧，你睇翻咧大學同埋資助機構工會咧，似乎嗰個接受程度會相對較高嘅。咁呢個亦都可能同大學資助機構呢一類嘅組織咧，由於係得到政府嘅資助啦，或者係一般嚟講社會人士覺得佢哋個社會責任對佢哋期望會較大啦，咁所以咧，因此佢哋可能較為顧及到自己形象嘅。咁另外有啲外國嘅資本嘅工會咧，亦都係因為佢哋喺外國嚟講咧，其實往往喺不同國家投資咧，已經有集體談判嘅機制。咁所以咧，相對咧可能會較為開放少少對我哋嘅訴求。咁咧就集體談判嘅階段成果係點樣咧？咁我哋分開幾個層面去講咧，亦都係同大家介紹下我哋所謂嘅進階咧係有唔同程度嘅進階嘅。咁當然唔係所有嘅進階咧係一步到位簽署集體協議咁樣嘅。咁可能咧係一小步一小步慢慢累積成果。咁第一個方面咧就係同資方定期或不定期開會啦。咁當中有 TVB 懷智怡中女青年會啦、惠安啦。工會可以代表會員參與申訴渠道啦，當中亦有 TVB 校園設施啦。同時間咧，例如有提到啦，就係好重要，就係點樣令到工會喺公司範圍裏邊咧個能見度提高，多啲即係受到同員工溝通，亦都係多啲即係受到資方正式嘅承認。咁所以咧，亦都係我哋工會會爭取喺公司範圍裏邊有報告版同埋會室啦。咁當中有中大校園設施同埋迪士尼醫管局工會。
咁同時間咧，另外一個就係增加我哋喺公司裏邊咧接觸員工嘅渠道啦。咁所以咧有啲工會咧都係爭取咗，譬如喺迎新會啊或者公司提供嘅職業培訓裏邊咧介紹工會。咁當中有港農啦、神學會啦。另外咧就係工會成員可以喺工作時間裏邊出席會議或者處理會務，當中有 TVB 啦、中大啦，中大特別係佢哋嘅會員咧可以用工作時間出席工會嘅會員大會，其實一年一次咁大把嘅啫。咁迪士尼咧亦都係其實雖然爭取到，但係其實都少得幾可憐嘅，因為兩個月有1小時可以係開會或者處理工會會務㗎。咁但係當然畢竟係少，亦都係一啲進步。咁咧最後咧就係工會可以同資方簽訂集體協議文件啦。咁我哋知道咧，國泰啦、H&M 啦同埋太古可樂啦，都係喺呢方面取得一啲進展。嗱，我哋分析翻呢啲嘅不同嘅進展咧，有幾個策略咧係佢哋之所以成功嘅原因嚟嘅。咁第一個，我覺得就係我哋成個3年聘嘅推動咧，係有效咁將呢個集體談判嘅意識咧灌輸俾我哋嘅屬會。同時間咧就係啲屬會咧好自覺咁，慢慢咧習慣係向資方提出呢啲訴求。咁呢個同我哋以前嘅工會嘅運作模式咧會有啲唔同，因為譬如以前好多工會咧，因為勞資糾紛罷工之後成立咗，咁成立咗之後咁點咧？個工會咧形成就係話有個殼喺度，有事嘅時候可以用呢一種咁嘅心態都幾普遍嘅。所以咧成立咗工會之後咧，就睇下下一次有個勞資糾紛出現，有的話就用啲工會個殼咧去回應。咁嘅時候咧，個工會就慢慢變得好被動同埋消極。亦都咧我哋見到不少嘅工會喺咁嘅狀態底下咧，會員同埋理事都相繼流失。咁而家我哋比較有一個系統咁去推動集體談判，同埋咧釐定咗4個階段，每個階段有進階，咁變咗咧協助到